青铜樂飛，太假嚟上飛。大家好，我係客嘅甜心朱慧琪。哎呦，按骚包。當然了，熱情啦。今天要幹嘛？冇啦，根本有人看表演啊。又要看表演，又快獎金沒有？唔係你嘅向前同樂飛大發慈悲嘅電視台。哦，你看，我覺得很有意義啦。很辛苦誒，其實永斌挺辛苦呢。以他辦好，有時候會在他的那個他自己的粉專吶，就是也會幫這個節目啊，就是約一些會愛秀才藝的，然後很有才華的朋友，都約他來一起來報名這個節目，真的是夢你呢？唔會啦，因為吼來請夢你呢。唔會啦，請多年來啦。對啊，再怎麼樣會看着我面子啦。係哦。聽人嘅面子哦，唔係我已辛苦呢。你該做評審欣賞，好，歌友版欣賞廖秋玲老師，金鐘獎 DJ 齊澤偉欣賞。副評判欣賞用心同老師，三位評審欣賞嘅收聽。今日就嚟睇看第一組嘅表演。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判分數，三位評審每個人各有50點呢，每10點呢代表獎金100萬元，係講得到滿分50點，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表演嘅係客家形式潮妹，黃英秋顏作，扎眼內做顏色，扎下一皮一皮嘅形式，田丘無花無浪，美起一團一團嘅老頭擺，燈籠花。假動書，國民學校畢業，手無套書，學霸裝遊戲，人講高頭出愛地面，南風強強吹來，世上同佢講，什麼人唔是偷暗講，什麼人唔是偷暗講。風風舞，手把刀，財山丹丹一上，娘家山，上上锵锵群做家，唔驚莫爭劉松松。潮妹潮妹，我去那邊，葉廣場做木呀，木葉木呀，三更要半夜。潮妹潮妹，我去那邊。做乃是黑講了，貼在有回分外表，從夜挑天變做茶，10萬貼個個，總係阿爸講，存錢有命帶，存實愛認真。潮妹潮妹，我去那邊，康檔賣番薯，米中賣鹹菜。潮妹潮妹，我去那邊。岐山賣飯瓜，美濃賣港渣，我怕寒露風，人怕老來窮，栽皮花草夢富貴，落落山落慈母心，人發在春，溫暖上春飛，愛兩沙秋流言都有。什麼大家暗自誰？哎呦，兩位說阿妹誒，兩位潮妹啊，潮妹安尼角色都帶點無限物嘅啊，伊還有去岐山，伊還有去愛故鄉美濃啊。係啊，也嘅就係講客家人頭擺嘅精神。啊，你哦，你平常是講法就按你哦，那叫潮妹，你看個什麼？聽不懂，所以他剛剛在念什麼，他都不知道。他一點麼？那你會講下麼？我先自我介紹一下，問候一下嚟。大家好，我叫做
陈子玲。让人家家来谈天生讲法。好，刘强东 TV 用心动欣赏，提来比公平。好，来，嘿，两个指定到备胎哦，嘿嘛，嘿爱用讲备胎嘿，是吗？备胎。嗯，好，用啥从服装的搭配哦，服装上面啊，然后用啥就是两个的默契，真的很厉害啊。然后讲法该上该欠上，真人同好谈，希望多错误卡多讲客家话。好，动厉害。接下来看吼，你三位评审先生本你嘅两位小阿妹得到几多嘅分数嘞？这个大概18公斤。一般的那个呼啦圈不行。没有办法，我们踩上去它就扁掉了。来，为什么问这种蠢问题？得到几多嘅分数嘞？分数来嘞17系分，统老师嘞17分。我一直在看妹妹，妹妹，董建总你紧张吗？下一下也是一类董后跟哎呦，打好上一可爱类哦，他很可爱，我好想把他带回家哦。奖金来了，笑得更大哈。哎呀，开心吗？开心吗？欢喜。欢喜哈！哎呦，下次再来好不好？欢迎转张过来。好。哦，哎呦，接下来看係你嘅天意組嘅表演。随风，岁月匆匆，发用年华，多金圈变成空，模样模种，问千古有几多英雄，一段悲伤，下风尘一梦。梦境似松，繁华飘渺，轻浮共树流动，自叹浮屠，莫负今生勇往直前，航向未来，过去种种，昨已朦胧升空，不过在。一双，不可再泪流，坚持你脚步，为自身留下感动。心目太高，谢谢。冲坤，你好，文辉哥好，海英姐嗨，好久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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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今日带来无腔用的自弹自唱，对，这样，第一次第一白，第一摆带去卡路卡的，嘿，哎呦钢琴，而且是哈嘎狗，所以比较紧张一点。你在那边就有啊，你要带小带这来干嘛跳老师哦？
没有那边是你就抽那边这片就好了。那边是帮我打底，你有就是避免我弹错，你有这么一天帮我补几个音进去的。衬乐，衬乐，对对对，衬乐。背景乐，对，算是啊。是很像背景乐的功能。冇。最近你有冇喊嘛嘅？最近冇喊非常感谢廖老师，因为廖老师怎么说呢？介绍我很多在尼特有法假日广场、龙潭的客家文化中心好多场，从9月到11月，我足占了我唱了4场。对，他其实总共大概只有16场，我唱了4场。商演哦。对。还有。对，所以我很感谢他，这是我第一次再回来台湾有这个经验，这样子。哦，秋令欣赏了。他很特殊的感觉，就是说他可以把古典乐曲跟现代流行，还要唱出客家的歌，是很不简单。所以呢，我觉得他今天弹这首歌有点像情歌王子一样哈，深情款款哦，快成功了。所以我是觉得多鼓励年轻人，我觉得是应该的啦。我们做传承的老师都希望大家都能像他那么年轻人那么喜欢来上客家的活动。是，对。对。有俩这个心啦。会传承那只客家的文化。对，你看我一直以来哦，因为我跟昶均也算是有认识一大段时间的。其实我也认识他，他可能忘记了。你忘记人家你？其实我们见过大概3次面。第一排係該你的故障，挨到去 PK。有啦。然後第一排是上个月的事情，大力电视台，你老该谢雷大哥，应该唱该堆有吗？哎呦有啦！我那天第2名，对，你有去啊？对，我那天是参赛选手，我第2名，然后你是当嘉宾去唱歌，怎么没有印象呢？你可能粉丝太多了，都在顾粉丝。没啦，就是那天行程也比较赶。对啊，没关系啊，昶均没关系，我们有我们的事件。对的，因为他也常常忘记我。哦，真的吗？对，常常我们来的时候，他问我说，哎，妈你呢？你会落下给啊？我说啊。我也常常，我习惯了，没关系的 ，OK 的。要不要看医生？需要放弃。很可惜啊，我常常鼓励他，他还是放弃啊。好了，来，叫了，快点，你评审欣赏啊。可以得到一道分老师。快看什么评审欣赏啊？分给那个。新闻。没问题啦，对不对？推个自损，都会空你的。好，新闻。真的，看到你的成长哦，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谢谢。这位老师也是一样的啊。你蛮该哈，因为我觉得，你一只故事哈，在表演，在传承文化，需要很多的力量支持。对，因为我觉得说，每一次只要外面的表演，我都会尽量的在粉丝团做很大的宣传，然后呢邀请很多粉丝到现场，因为所以你现在粉丝有多少人了？我记得你那时候我跟你说2000多啊，对不对？现在呢？现在4000了，对，还是很少，还是比你少很多。经过那么哪有？经过大概2个月而已。对啊，这样子。对啊。你看你这样漏嘞，你就唔记得。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组的表演。好。
好厉害哦！太帅了，你现在是不是觉得麦克风很轻？对不对？我觉得我很喘。还是你很冷？不会不冷。你要这样子结束吗？可以。衣服要不要帮你捡回来？哎呦，那个，哎呀。好，我去穿衣服。不用啦，叫他捡就好了。来，我们来这边就好。好。好。我想请问一下，对，这个大概几公斤？这个大概18公斤。18公斤。对，18公斤。我的小孩的一个重量哎。嗯。因为它是铁做的。一般的那个呼啦圈不行。没有办法，我们踩上去它就扁掉了。我怎么问这种蠢问题？还是你想要摇？你要试试看吗？你开什么玩笑？我们私底下再。好，可以。哇，哎，你学这个你学这个学多久了啊？我练习这个才艺大概到现在是3年半的时间。3年半可以学成这样子，转动生命。因为我以前是学跳舞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上手速度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快。哦，因为你的有协调性。对。你练习的时候应该是就是你的，因为它有离心力。对。它的离心力很强。专业咯。哦，这你就不懂。然后嘞？然后它的头一定要先转回来正面，然后它在旋转的时候还是要先转回来。你刚刚是有偏斗对不对？啊？你刚刚有偏斗对不对？然后你是共正经的啦。真的有？嘿呀。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其实那个头我是刻意加上去的，因为会看到观众，会让观众看到我的脸，看到自己的脸。对啊，其实，在旋转的过程中本来就会这样子，只是我刻意把它放大。那吹口哨呢？吹口哨也是我自己加进去的桥段，就是想要给观众带来惊喜。还是你是？我以为是有可以止吐的那个功效。想说怎么会这样？哎呦，很帅耶哈！给了坤平生情商哈。这位老师。来，一样都是男生。玉轩你好，我觉得因为我常常在街头看很多表演，我甚至看太阳马戏团哦，我觉得你的表演真的非常的感动我。那感动的可能大家看到都是很好看的表演，可是这个背后的辛苦，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那我觉得看他的表演，就是有几个形容词可以形容，在你身上我学到了，譬如说行云流水。对不对？譬如说力与美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你这个表演上看到，还有看到你对于一件事情的专注。你是3年级，你为什么突然想学这个？因为其实我原本是一名芭蕾舞者，他是舞者，但是在4年前左右，我在练习的过程中不小心把我右腿给摔断了。所以你现在的腿是假的？不是，就是对不起，你再给我失礼一点。哦，我太过分了，是这样。我想说增加戏剧张力，戏剧张力。再次，这样子，从腿那边来。好。你的腿。所以现在是接回去了。对，是。哦，不是。他其实说的蛮。可以吗？对一半，对一半。好，不讲。不好意思。来，你的腿。我的腿就是因为他受了伤嘛，那当然不可能像之前一样，就是可以有这么好的弹跳性和爆发力，以及协调性，甚至平衡感都没有办法。那因为我在当舞者之前有参加过一个比赛，那我就看到这个铁环的表演，那我也没有多想。对。然后一直到我腿断掉之后，其实我憔悴了一阵子。我也尝试想要去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其实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舞台。我就灵机一动，我就觉得说，既然我断了一条腿，就靠它来行走。那就让他来当我的另外一条腿。对，其实是哦，其实也是啊。对，真的啦，真的。那我是突然灵机一动，那我就毅然决然，这是一个机缘。我觉得这可能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机缘。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玉轩这个过程哦。那到拜龙洞天师给条前朋友讲啊，讲懂的时间，我们可能都会遇到低潮，可是有时候那个低潮可能就是你的转机。这是我在这个节目看到，就是在他身上看到。我真的很谢谢你的表演，让我们的相信同乐会在这个增添了这个风采。对，就是我觉得有让更多跟你一样的朋友也到我们的舞台来表演。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真让我们很感动，真的，你真的太慢练习了，好，真的。我下次会记得早点认识你。好，没有问题。现在不是认识了吗？所以你现在都 OK 了吗？现在就是基本的走跑可以，那如果是要做比较高难度的动作，要人家抱着吗？不用，他会比较吃力，可能做不太出来。对。
我只是想要尽一下我自己的心意。那我抱你可能会比较快一点。你就当他的铁环吧。可以呀。哦。哎，上面欣赏格格的本分数，还有按等值的分数，按用的不样做的嘞，来。快点那个玉轩哈，这里电动哇，15分满分哦，15分满分。谢谢。谢谢。好棒哦！尤其是这种力与美的结合，加上自己的舞蹈，的肢体性协调，对，很棒。自己有没有感动到？其实是在每一次的表演，我都会被自己感动到啦。对，因为我觉得我每一次都会在表演的过程中，我都会想着它就是我的一生，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跑这样子。哦，那你平常有在哪里表演吗？街头艺人或者是哪里公开场合？之前我是在做街头艺人，但是现在呢，我是在杨梅的桃园区杨梅的一所国中当表演艺术老师。现在按好按等真的欣赏大家嘅，能喊格格有请到陈英雄的表演呢，哪天放的歌名哈？冇错，今日感谢3位评审欣赏，还有今日嘅表演者，以及天师和全国观众朋友的喜欢哦。哎呦，用尽屏幕飞，开打来上飞，我们下次见，再见，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